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头开先来看国际局势。英国昨是宣布今年的综合评估更新报告，头一回讲到咱台湾，伊是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反对改变现状，佮好用利用对话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咱的外交部是对英国的态度表示感谢。英国13发布2023综合评估更新报告，内容讲到今年外交策略方针的时，头一摆提起台湾加两岸议题，明确表明支持台海和平，反对单方面破坏现状。But we cannot be blind to th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military and economic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stok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attempts to strong-arm partners. 英国2021年头一摆发布类似报告，迄当时通篇无提起台湾，也无提起台湾海峡。英国今年的报告提起台湾2摆，台湾海峡3摆。报告内容也表达会拍拼维护台海稳定，各地东海、南海反对任何单方面对现状的改变。由我言论展现英国的友台立场。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英国外交方针强调空中、美中互动也呈现高度竞争。中国两会结束，习近平进入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第3任期，政治批评美国对中国打压，战略定位姿态强硬。外长真讲甚至用新冷战事件优美美国，也才提醒习近平第3任期对台下两个当地实施，台湾需要特别谨慎，避免因为异化事件发生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澳洲、英国、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昨伫咧美国的圣地亚哥举办高峰会，宣布新的合作协议。三国是同齐为澳洲设计打造核动力舰舰。AUKUS 这个伙伴关系主要就是要阻挡中国的势力扩大。咱看这地理关系，澳洲、英国甲美国拄好是形成一个三角形，会当甲中国包围起来。即阵澳洲打造核动力舰舰，主要就是要固守西太平洋这地。伫咧澳洲的舰舰做好进前，美国甲英国对2007年开始，就伫咧澳洲的西部部署海军基地，轮流部署部队。美国卖先卖3架至5架维吉尼亚级的核舰舰予澳洲。另外，除了美国增加今年国防预算，澳洲甲英国嘛拢宣布要增加经费。英国这2年会为着 AUKUS 增加30亿英镑，澳洲未来30年迈开2000多亿的美金打造核舰舰。澳洲海军原本就有6架插电动力舰舰，不过服役已经20年左右，马方认为是无法度来对抗中国的核动力舰舰。伫甲日本、法国舰舰建发合作普及了后，澳洲甲美国、英国的3国同盟渐渐形成。这个军事同盟的核心，就是由美国提供设计，英国提供反应炉，替澳洲海军研发有史以来头一批核动力舰舰。These subs are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subs. They're nuclear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Australia is a proud non-nuclear weapon state and is committed to stay that way. 不过，这批替澳洲打造的舰舰火力嘛是真强，为鱼雷发射管，就会当发射汽车飞弹，攻击敌人的军舰或者是陆地目标。若是类似美军维吉尼亚型的舰舰，按90度发射筒，就会当发射射程更较远的战步巡弋飞弹。澳洲按算采购3架至5架舰舰。未来30年，按算总经费差不多是新台币7兆5千亿。The AUKUS agreement we confirm here in San Diego represents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y in all of our history. 引用这个舰舰计划案准备要启动，美国、英国、澳洲这3个国家嘛会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We're providing an extra £5 billion over the next 2 years. Immediately increasing our defence budget to around 2.25% of GDP. This will allow us to replenish our war stocks and modernise our nuclear enterprise, delivering AUKUS and strengthening our deterrent. 到2030年，英国按算甲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增加到3%。那美国后一个年度的国防预算嘛会来到历史上的上悬纪录。And in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this budget treat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budget delivers combat credible joint forces that are the most lethal, resilient, survivable, agile, and responsive in the world. 除了提高军人的待遇，新增加的国防预算嘛用伫咧采购、研发新型而且射程更较远的飞弹，而且补充因为大量支援乌克兰减少的弹药的库存。
公司新闻徐嘉欣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受性犯罪的相关刑法，拍破性行为的年岁是对现主席13岁提悬到16岁才有合法。另外嘛，增加翕性私密影像处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情报单位去搜查工会组织民主劳总的办公室。发现真侪北韩落指令用伫咧示威活动、甲反政府、反美国票据的文件。工会干部可能会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去起诉。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为了因应未来10年的军事挑战，按算要甲攻击性的潜水舰的数量增加2倍。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是连续倒2间银行造成民众惊吓，小郑要甲欠伫咧银行的钱领出来。而且投资人嘛无信心，造成银行讲大佬，是有史以来击困率上济一届。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超过1年，乌军死伤惨重。加上这阵前线有真济拢是新兵训练无够，佮欠配药，战力明显下降。热带气旋弗莱迪2月初形成到今也未散，互人形容是南半球上届长火烧的热带气旋。伊是已经登陆非洲的南部2届，马拉圭受900人死亡。也若是伫咧南美洲的秘鲁甲巴西，嘛是因为热带气旋带强风大雨，发生严重的水崩山，造成几了10个人死亡，百姓有路无厝。这个去土石流算长的庄仔头，规个是烟烟火火，民众伫咧大雨内底拍拼找找可能风台伫咧下底的村民。非洲东南部的国家马拉维8月受到热带气旋弗莱迪的侵袭。透风落雨，算长南部地区的厝甲车路，而且引起土石流。当地估计至少造成99个人死亡。zachilendo zote kuziganisira palibe ndiye kuyamba nokufunana sopano kuti kodi nyumba apa inalipo nanga zakhala banji nanga anthu anali mmenemo zakhala banji。弗莱迪会当讲是南半球时间上介长，嘛上强的热带气旋。35天前，伫澳洲西北部形成了后，顶个月头一届登陆莫桑比克，造成27个人死亡。拜六礼拜搁架起来，扫对莫桑比克，而且进入内陆的国家马拉维，带来严重的灾情。联合国烦恼讲，这有可能致使马拉维闹土前的疫情搁较严重，因为过去1年来，马拉维已经有1600多人因为闹土前死亡。那伫咧秘鲁北部，同款是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一只车就安尼待伫咧土底，真侪厝严重积水。那立马省这条溪流是规个冻起来，直接甲沿海厝冲掉，流落溪底。住伫内底的民众根本就袂赴看爆雨。No tengo nada ahorita. Mis hijas están en la calle. Necesitamos que quiero ayuda, no tenemos agua, alimento, nada. 秘鲁当局表示，这个热带气旋至少夺走6条人命，从雨季开始以来，已经有要60个人死亡。也若伫咧巴西的美罗斯市，同款发生土石流断命的悲剧。空袭的画面显示，当地规片山壁风卸掉，山坡下底厝规个庄安尼抬起，原本的庄仔头朝拢乌有去，甚至有8个人不幸过往。当局8日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这中南美洲移民离开家己的国家，想要去美国找找新生活，因为无合法的申请，是伫咧美国甲墨西哥边境去轰动落来。不过礼拜说是有大阵的移民小想要冲过这个边境，因为伊是听到谣言，竟是美国庆祝移民日，就会开放移民入境。移民甲美国警方是伫咧边境发生冲突。大批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突破墨西哥的安全岗哨，拍拼冲向美北边界大桥，带诱动的人，规气就将囡仔扛伫肩胛头。也毋过早到半路才发现，美国警方已经救起防守线，用铁丝网加上阿摩托的查路尾挡伫头前，有人着急之下，跨过路障，甲警方理论，有人是靠咧请求。Por favor, queremos respuestas. La aplicación no nos ha servido para absolutamente nada. La aplicación ya no da nada, viejo. Eso, me encuentro todos los días lo mismo, sola, si no te quedas en la fecha, te quedas en la hora, te quedas en la foto. Nos extorsionan de todo. 滞留伫墨西哥边界华雷斯城的移民，风声迄天美国当咧庆祝移民日会开放移民入境，所有人拢真欢喜，想要热闹，因为过这座桥都是美国德州阿尔帕索，想要靠说互边境警察用胡椒喷雾刮走，最后犹原无法度过桥。
Le echaron gas pimienta a la niña en los ojos. Estamos aquí por un mejor futuro. Venimos pasando la selva del Darién, corriendo peligro en esta travesía. En cada paso que damos, los niños sin dormir, sin comer, sin estudiar bien, nada, no estamos haciendo nada. Estamos esperando una respuesta porque la verdad. 移民考中根本无路用的手机 App 是拜登政府去年2月所推出的新措施。 规定寻求庇护的作业改做线顶有用申请，袂当直去边界时阵才提出。经济移民不满，这款 App 调故障，定数复杂，只是咧应付因而已。虽然拜登就任以来，伫共和党的压力之下，移民政策转为严格，不过大个月又有大约20万非法移民想要跨过美墨边界，这一摆硬朗事件，互反对人士再度批评当局袂当有效阻挡移民潮，边界安全感度需要提升。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 去年真侪台湾人互关去柬埔寨互压伫咧遐，但柬埔寨总理洪森竟然是表示讲，伊嘛收到诈骗的信息。查落发现讲，发信息的电话是来自台湾。根据媒体报道，诈骗集团是偷用柬埔寨出名企业甲相片，用假的通讯口罩甲柬埔寨总理洪森发一条英语简讯，叫洪森来汇钱互伊。根据目前的资料，这柬埔寨诈骗集团是用辽国的电话号码。 不过 ，IP 的位置发信息的地点是伫咧台湾。咱台湾刑事局是强调讲，就算 IP 伫咧咱台湾，嘛无代表嫌犯伫台湾，因为有真侪方式会当暗藏真正行踪。刑事局已经甲柬埔寨联络，嘛会当做伙抓诈骗。大批犯罪集团伫柬埔寨设据点，骗台湾人海外求职，说是违法做诈欺。 柬埔寨诈骗万六家同人知，就连柬国总理洪森顶日也表示，家己也正做诈骗对象。ហើយដែលប្រើប្រាស់ profile ជាលោកអញ្ញាញ៉ាំញ៉ាគូស៊ីប៉ុន្តែលេខទូរស័ព្ទគឺជាលេខទូរស័ព្ទរបស់ឡាវហើយបើយោងទៅលើការស្រាវជ្រាវអ្នកនេះឈរជើងនៅឯតៃវ៉ាន់ 并且公开资讯，家己讲收到诈骗简讯，发送者是一名柬国企业家。原来伊的社群软体互摕去用，传送英文信息要求汇款。那洪森派人调查了后，发现嫌犯使用辽国的电话号码，也毋过 IP 位置确实伫台湾。 IP 在台湾不代表人在台湾哦，当然是有这个可能选项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责请我们警政署驻越南代表处的这个胡志明办事处的一个警察联络官去向柬埔寨当局来去这个洽询。 刑事局回应，就算发话地点是伫台湾，也袂当排除诈骗集团是利用 VPN 当作是跳帮等等的手段来避诈欺。 已经请驻外联络官甲当地执法机关联系，还未得到回复。只是台柬两国伫打击跨国诈骗，过去毋捌合作过，一摆敢会当随时展开国际合作。感觉政府的态度正做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